差不多了，也该是买一首塔 Q 好吗？谢谢。新年快乐！应该是要走捷径到另外一条。其实外面也有水的，可以借厕所啦。阿姐，等一下我们再聊聊了，最近我的头发的问题啊。我可以喝饮料吗？可以。其实我一直在烦恼，我到底要留中分还是怎么样？对啊。你们两个有在后面啊？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后面的团长，好不好？我们鼓手打康，yeah。对。他上次表现得不错，在体操场。对，太厉害了。杨妹。好了，这首歌，叫做，石榴杏。皮肉，你认出人了？真的，每次来台北哦，就会看到那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哦，包括有时候在部落里面啊，同样是一个部落朋友，不是同样都是同部落的人哦，可是哦，在部落不会碰到呢，反而是在外面的时候，可能偶尔一个机会才会碰到这样子，所以我们珍惜那个可以表演的那个机会，这样，所以我一定会弹错。就很像部落的人在跟我们玩躲猫猫一样，都很少这样。对啊。但是我都会跟我的搞不遇到了，对啊。他们每次就经过我家，我们是誓言一对到有没有？这2个人就开始坐下来了，中间加一个桌子这样。讨论国家大事，必要配备的那种。对。碰到好，开始。还是不要乱讲话了，不然他们那个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融合了一些阿美族的小童谣，写给孩子们听的，叫娃娃，献给大家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好的，你看有听过的话就麻烦交给你们了哈。可是我这首，我觉得我还是一定会弹错的，我先讲。没关系啦，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听不出来的。其实我已经弹完了。你好厉害哦！是吗？谢谢。这个很难的。即使你们不知道，我们谭小姐已经唱完了。当然，这首歌进行方式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这乐团成立了7年，骗了7年，太厉害了。好了，我们为大家带来娃娃哈，拍手哦！不好意思啦，对你们那么凶谢谢啊。Awa isuhaw Hai amis awa habu Bawa nani try kunia roisu Nani tule kunia roahu
谢谢。